大家好，我係數據師，今日想示範俾大家睇點樣去使用我哋嘅選股器平台睇選股信號。首先點擊上方嘅策略中心，今日會以1號策略作為示範。你喺左上方可以快速轉換其他策略，策略詳情會顯示詳細資訊，包括關鍵指標、數據來源等等。左手邊係信號發出日期。策略每個交易日下午4時左右發信號，付費會員可以睇到最新嘅信號，而免費會員只能夠睇到7日前，例如5月6日嘅信號。上方列出咗唔同嘅關鍵指標，用戶可以根據喜好選擇2列或者3列顯示。附圖提供咗週線、月線同埋報表，方便你快速作出分析同判斷。報表內容包括信號強度、時機、現價、盈虧比、倉位、止盈、止損點位等等。報表下方提供期權參考資料，方便使用期權操作嘅用戶。如果遇到一啲唔熟悉嘅股票，你可以將鼠標指去股票代號，就會見到詳細資料。最後係重點功能，建議倉位計算。我哋提供咗一個倉位計算機，只要你輸入本金，假設最長連敗次數、最大可承受虧損、交易風格，建議倉位就會馬上根據你嘅喜好而變更，等你可以快速制定交易計劃。